涯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住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装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住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大师兄，师弟们看到你醒了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师弟们？我有很多师弟吗？当然了。不会吧，英雄哥哥，你有没有师弟？你会不知道？师弟们，你们看，谁来看我们了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醒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是，大师兄，既然回来了，抽时间教师弟们一点剑术吧。用剑？我会用剑？英雄哥哥，你不但懂得用剑，而且你出剑的速度比风还快。比风还快？我不记得了。我真会用剑？呀哈，行啊，进步了，会谦虚了。你剑使的不错。练剑这东西就跟切菜一样，这剑法只要一练上，终身忘不掉啊。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？我这个刀啊把儿短，你们这个剑啊长。你说这么切菜肯定不行，万一以后我用剑切菜，哎，干什么啊？这个。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了。英雄哥哥，你再仔细想想。我想不起来了。哎，还有，你们是谁啊？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啊？大师兄，你从小在这个山庄长大，你看清楚一点，我二师弟江小北啊。大师兄，你看清楚，我是三弟呀，我是老五啊，大师兄。我真的不记得你们了。英雄哥哥，那你再仔细看看我，你一定认识我，你救过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呀，就是最可爱的顾人怨。我不记得了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大师兄，你再仔细的想一想。我想不起来了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你们不要再逼我了。完了，受伤了，傻了。不可能，曼陀淑英配上海飘霄的药力非常神奇，大师兄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。难道是那壶药？是不是那壶药出了什么问题？哎呀，你拉着我走这么急，想去哪儿啊？去哪儿都行，反正就不能留在这儿。哎呀，我们做事不能虎头蛇尾啊！我们确实把英雄哥哥送到了这儿，可是他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我们不能一走了之。必须得走。你没听咱们刚才说吗？说可能药有问题。这药怎么来的？那草药是我采的，那海飘秀是我们俩一起弄的，他们可能怀疑是我们俩陷害他的。哎呀，就因为这草药和海飘霄是我们弄来的，我们更应该跟他们说明白啊，要不然我们这辈子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了。不行，我这就告诉他们去，是那个漂亮姐姐不知道忘药壶里加了什么药。你们别冤枉我，我没冤枉你，我亲眼看到你忘药壶里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，你还胡说。小帅，人家的家务事咱们少说两句。哎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说的都是实话，谁信啊？
这里是我家，叶红影是我大师兄。你说我要害我师兄，这里的人谁会相信啊？小师妹，我就不得不说句公道话了。自从大师兄回来，你就处处对他刁难。这次，你该不会真做了什么傻事吧？是啊，小师妹，就算你再怎么不希望大师兄留下，你明说就好了嘛，和陛下很熟的。你们真的怀疑我？好，趁我爹不在，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，是吧？二师兄，你就不替我说句公道话吗？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，包括我。连你也怀疑我。既然你们相信大师兄是被我下的毒，那我走。反正这个折剑山庄也容不下我了。站住！你只有留下来，才能证明你的清白。如果我跟你们说，我在大师兄的药里面下的是阳明金散，你们谁会相信？现在你终于承认你在药壶里下毒了吧？你们有所不知，这阳明金散是我师父当年行走江湖时的独门金疮药。由于配药的药材稀少，所以药的数量不多，极其珍贵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绝不会轻易拿出来使用。这么说，漂亮姐姐还是好人，没害英雄哥哥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？有你们。不对，如果是这样，大师兄为什么？哎，你别看我呀，我摘药的时候你们都看见了。再说我也没摘错呀。那就怪了。那海飘香，我们是按照大哥哥你说的，从活乌贼身上取下来的呀。对呀。这药味不对。好，还剩点墨鱼。什么？你是从这墨鱼身上取下来的海飘香？对啊，就是按照你说的做的嘛。他头上8只脚，身上会喷墨，还喷了我们俩一脸黑呢。哎，糟了，都怪我，是我没说清楚。听你这么说，是我们弄错了。不仅是错了，而且错得很离谱。那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到底错哪儿了？给大师兄用的药，必须是从乌贼身上取下来的海飘香，而不是这墨鱼。我们买回来的不就是你说的乌贼吗？对呀，头上8只脚，身上会喷墨。这乌贼和墨鱼样子长得差不多，但是乌贼是长的，身体是黄色，你们看，这墨鱼是白色，而且身体是圆的。那我们找错了药，英雄哥哥会变成什么样啊？这还用问吗？你没看见他现在的样子吗？本来是傻，现在改痴呆了。哦，那既然我们找错了海飘香，我们再找一回，我们保证这次不会再找错了。来不及了。大哥哥，你说的来不及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，这曼陀书鹰10年开一次，错过了这次，只怕要再等10年。再等10年，那英雄哥哥就这么傻下去啊？现在也只有等师傅他老人家回来了。他老人家医术高明，说不定他会有办法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伤害了英雄哥哥，都是我不好。小兄弟，你也不用太自责了，我知道你尽力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英雄哥哥，难道你对以前的事情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？我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这里啊，是折剑山庄，你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，你也不记得了？不记得。是我姐姐让我跟马上飞送你来这儿的。你受了伤，我们得让你师父救你啊！英雄哥哥，你受了伤你也忘了？想不起来了。你再仔细想想嘛，当初我们离开无锡的时候，你还被人暗算，还被人刺了一刀呢。
你看看，就是这儿。哎，这衣服上怎么破了一个洞啊？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好好的一件衣服破了一个洞，真可惜。去补一补吧。那英雄哥哥就这么傻一辈子吗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帮他恢复记忆。我赶着给英雄哥哥补件衣服，来不及乔装。给他补什么衣服？我想啊，把这件道士服给补好了，再给英雄哥哥穿上，说不定啊，他就能想起那天他被人暗算，还有以前发生过的所有的事情。哎呀，失去就失去记忆，这不挺好吗？为什么要帮他恢复记忆呢？因为他是我的朋友。你就帮他恢复记忆，再把他们俩人杀了吧。我相信他不会的，而且还没发生的事情，现在担心太早了。别拦着我了。哎，小少爷，小少爷，这么多好看衣服，要都穿我身上就好。客官啊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？他有事，我要看看衣服啊。好，我看看，请便，请便。老板，您能不能帮我缝件衣服啊？乖，这衣服破了个洞，这也不是什么好料子，我看扔了算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不能扔，这衣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老板，拜托你想想办法补吧，最好是补完之后跟原来的一模一样，没有补过破过的痕迹。哦，这容易啊！我这家店铺啊是祖传的100年老字号，要说起这个绣补的功夫啊，那更不在话下了。比这个再破再烂的衣服补出来也跟原来的一模一样，绝对看不出来一点补过的痕迹。太好了，你赶紧帮我们补吧。补这件衣服啊容易，可就是你得出不少钱呐。没关系，钱啊更不是问题了。马尚飞，把钱拿过来。我呀要给英雄哥哥补衣服。怎么样？你给他补衣服，凭什么要我的钱？没钱？没有。哎，小少爷，没，我这给我本钱，拿来。哎，小少爷。老板，这些够了吧？哎呦，太够了，用不了这么多啊！哎呀，这些银子啊，足够买一套料子最好的衣服了。是吗？啊，能买一套料子最好的衣服？那我挑一套料子最好的，剩下的钱给他付那个账啊。别太久了啊！我的钱，切。那好，那你就稍等，我给你补衣服去啊。老板，哎呦，二位爷，我的衣服做好了吗？好了，稍等啊。啊，给您。那我去试试。里边去。干什么的？挑衣服的。挑衣服的。转过来，我看看。挑衣服的。哎，往哪跑？站住！站住！老板啊，这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正合适啊！这是不是最贵的料子？哎，对。哎，刚才跟我一块那小男孩呢？那小孩让官兵给追跑了。好，让官兵给追跑了？啊！你怎么不拦着呀？哎呦，我家小少爷肯定被抓起来了呀！这。哎呦，赵爷，今天怎么这么热闹？哎，赵爷，您来了。我做的衣服做好了没有？做好了，要不您先里边试试？带路。哎，赵爷，请。哎，赵爷，请稍后。怎么了？里边有人。
有人有谁呀？站住！别跑！真是奇怪，那天早就发出去了，怎么还不见东山县衙的人来迎接我呢？我说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东西，能不能稳着点儿？公公，我们哥几个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，不是我们不中用啊，实在是你太重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重，说我重，那就是嫌我胖了。你看你那腰，比那树干还粗，这还不胖吗？我最恨有人嫌我胖。哎呀！公公，饶了小的吧。我胖吗？不胖，就饶你这一次。看来还有比我更胖的，像是一个捕快。大叔，我恨死你了！怎么又碰到官府的人？你跟这棵树很熟吗？有。你是县衙派来的吧？对，我是衙门派来的捕快。那你一定是专程来迎接我的。对。那你一定是为了迎接我，已经在这儿等了很久了。我刚到。那你一定是披星戴月、马不停蹄、一刻都不敢停歇地赶过来的，对不对呀？不要告诉我不对。行，就算你说对了。兄弟呀，你太让我感动了。原来可怜胖子、疼惜胖子的还是胖子。你这捕快就不要干啊，跟着我发财去。跟你发什么财？瞧你这衣服破的啊，又脏又烂，这儿还露一大洞。这衣服肯定是你瘦的时候穿的，后来你胖了以后把它撑破了，又没有钱买新的。我说的对不对呀？就算对了。就是，你说干捕快有什么钱呢？连件新衣服都买不起啊！来人呐，挑一套我穿过的衣服给他换上。公公你啊，赶紧换上。刚见面就送这么贵重的衣服啊！兄弟啊，以后咱们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的名字叫小贱人，你小贱人啊？你跟我同名同姓啊？不，马上飞！我不让你马上飞。不是，我不是要飞，我说我的名字叫马上飞。好名字，好名字。我娘起的。公公啊，我斗胆的问一句，刚才你说带我发财，去哪儿发财呀？东厂，当公公。当公公？可是我不是太监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以后咱们慢慢说啊。赶紧换上衣服，随我一同上轿。坐轿子？对呀，不用飞了。不用。姚北哥哥，马上飞还没回来吗？糟了，马上飞会不会被官府的人抓走了呢？不一定，我们先别往最坏处想。你们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擅自做主离开山庄，万一你们的行动被官府注意到了，这后果谁负责呀？莲儿，现在不是责备人怨的时候，目前最要紧的是赶紧派师弟们出去，打听出马上飞的下落。哎，来，快坐。不用。真好。哎，你不要带我去净身吗？对呀。去哪儿？就在这儿啊。这儿啊？这怎么净身啊？也没澡盆，也没澡水啊。
要那些东西干什么呀？用这个，啊，这个呀，哎，这个倒是蛮新鲜的。我也有一把，但是比你短了很多。你看，你这把是做什么用的？我这把是当年我当厨子的时候腌鸡、腌鸭、腌狗、腌猪用的。你这把呢？腌你用的。腌我？哎呀，等我把你净了身，带你去农场做事，到时候你就做一个真正的公公，多好啊！哎，我说，你娘给你起的名字真是太对了，小贱人，真是个小贱人你。对呀，小贱人是我，我是小贱人。你还要把我变成公公？没错，今天我就是要把你变成公公。你别跑嘛，啊！难道你不想跟我做一对同命相连、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、心心相印的结拜兄弟？结拜兄弟？我呸！我别过来！哎，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，由不得你。来人！嗨，嗨，你学啥？嘿，还真有不怕死的啊！嘿！不行找啊！你个臭鬼！想吃是吧？不敢来啊！太监就是太监。马尚飞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真的好想你，好担心你啊！我发誓，只要你能平安的回来，我以后一定不骂你、不打你、不欺负你了。太好了，马尚飞，你终于平安回来了。哎呀，莎莎，看你没事我就高兴了。你干什么你？你给我听好了啊！以后啊，再也不准让我为你担心，为你难过。我更不准你离我太远太久，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招谁惹谁了我？刚打完，又挨一顿打。哎呦我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，哪人？哎，英雄哥哥人呢？啊，不在。哎，你干嘛？马尚飞，你怎么能乱动英雄哥哥的东西？这东西放在这儿，对咱俩有危险。什么危险？小少爷，你别忘了，他现在没有记忆，但是他神经硬的人，他是个杀手，随时能要我们两个的小命。小少爷，这都拔不开呀！哎呦，拿反了！啊，我好几次差点被他用这把剑砍死，所以现在他不在，把他给藏起来。恭迎钦差大人。下官已照您的意思，几位掌门人稍后会过来，请公公到内堂休息。这回他肯定找不着了，除非他能闻到味儿。你们在这儿啊？干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没事，鸟人，你要是不高兴，我可以帮你把它刨出来。你为什么叫我鸟人？我姓鸟啊。哎呀，英雄哥哥，天底下哪有人姓鸟啊？对呀，没人姓鸟。你叫我英雄哥哥，那我姓英。哎呀，都不是，你姓叶，名字叫叶红影。叶红影，我叫叶红影啊。对啊，难道你对过去的事儿一点都不记得了？哎，那你看看这个。神机营呀，这都行啊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字儿还能认识，真是傻子都比我强，比我厉害。
英雄哥哥，你以前啊就是神机营的杀手啊，你再仔细想想吧。你要我想什么？随便你想什么，你爱想什么就想什么，就想你以前发生过的事情，你以前的朋友。对了，英雄哥哥，你还记得我姐姐吗？冬晴姐姐，杨冬晴。冬晴，杨冬晴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啊，你想起来了？你想起什么了？我想吃冰糖葫芦。就知道吃啊你！我有印象曾经吃过，可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吃的。虽然没想起什么重要的事，不过也算是个开始吧。英雄哥哥，你再仔细想想。我呀，这就找人去给你买糖葫芦。好。马胜飞，照顾好英雄哥哥哦。去你的吧！给我也买一串啊，少爷。哎，哎，干什么啊？离那么近。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叫我鸟人呀？啊，你问这个啊？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。因为以前我们曾经很熟，相当熟，特别熟。我们是朋友啊？切，你不够格过。既然不是朋友，那是什么？你以前通常这么称呼我，叫我老大。啊，我一般叫你小弟。你老大，我小弟。距离，啊。哦。哎呀，以前的日子多美啊！我一吃饭的时候，你给我添酒加菜。添酒加菜。我洗澡的时候，你给我搓背揉泥。恶心嘛！我倒觉得还可以。这些你都忘了。太遗憾。但是你记住啊，以后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凡事都要听我的。不叫你往东，你就不能往西；不叫你撵狗，你就不能追鸡。不能追鸡。距离，跟老大一定要保持一种距离。哦。而且要仰视老大。仰视。仰视。哎呀，舒服了。有点不得劲儿，帮我揉揉。哦。房间在那边。我住那边吗？啊。抓，揉，敲，快来试试。哎呀！你多掐一点啊！你掐那么点，谁受得了啊？坐下。啊，你这款是我见过最笨的一款。哎呀，比我还笨，看见没有？抓大把，这就不同了吧？抓大把。哎，舒服吧？敲，可以吧？舒服。按。这叫摁。最舒服是得拍啊，就是节奏和力度。哇，好舒服啊！进来。舒服上来，我舒服，你舒服上来。来，好好享受一下。哎，就是不一样嘛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要吃力，大力点啊！节奏，力度，大力点。大力，大力点，你不懂啊？哦。舒服吗，老大？力道还真不错。你怎么离我这么远呢？你的舒服日子该结束了。啊？找我有什么事？我不找你，找他。姑娘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，惹你了？你没惹我，我也对你做到仁至义尽了。以后，别说我不顾往日的兄妹之情。这个银票你带着，赶紧离开。从此以后，你与折剑山庄再没有任何关系。
从此以后没有关系。那以前我跟折剑山庄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不管你是真糊涂还是假装糊涂，总之你立刻给我走。你不让我留下，我可以走，可是我不知道往哪里走，往哪里去啊？对呀，张姑娘，你把他轰走，他去哪儿啊？好歹他是你爹的大徒弟吧？这么大的事儿得等你爹回来，让他们俩在一块儿聊聊天儿、叙叙旧、按按摩。哎，他手法不错。闭嘴，胖子！在折剑山庄，我做什么事还用不着你这个外人教。大师兄，别怪灵儿。为了折剑山庄，你必须走。慢着，师傅没有回来之前，谁也没有资格撵大师兄走。二师兄，你……灵儿，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的人是你，之前已经答应过我了。大师兄的伤一好，马上让他离开。可是你看，大师兄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现在让他出去，不是等于让他去送死吗？我没有想到，你居然这么狠毒。为了他，你竟然说我狠毒？我说错你了吗？就算师傅在，他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。好了，你们不要为我伤和气了。如果这位姑娘不让我留下，我走就是了。哎，你说的轻巧，怎么走啊？往哪儿走啊？你告诉我往哪儿走，我就往哪儿走啊。大师兄，你只管留下，在师傅没有回来之前，我不会答应你走出山庄半步的。二师兄，你这分明是在针对我。我没有针对任何人，我只是不想大师兄刚出虎口，又把他送入狼窝。江瑶北，你别忘了，师傅他老人家临出门的时候交代过，他不在山庄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由我做主。如果有谁再敢提出让大师兄离开的事，别怪我请出家法，包括你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看，看我敢不敢。走着瞧，总有一天你会为今天的决定后悔的。拿好啊！哎，冰糖葫芦啊！哎，冰糖葫芦啊！给我3只冰糖葫芦。好好好。赵捕头。哎呦，这战姑娘和2位少侠，来，吃糖葫芦，我请客，我请客。赵捕头怎么当起买卖人了？我那是改行，我是被衙门革职了，哎，没了俸禄，我得养家糊口不是？所以啊，我就做了小买卖，生活所迫。你被革职了？你在衙门做得好好的，怎么会被革职呢？哎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我上次您不是给我报了个信儿，让我去捉拿朝廷钦犯，结果朝廷钦犯没抓着，遇见鬼了，我还跟他们英勇搏斗，让他们给打晕了。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啊？那你们上头也太不讲情面了。你放心，等我爹回来，我让我爹去给你们求求情。我爹跟你们上头有交情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您还不知道呢，变天了。朝廷派了一个公公，钦差大臣，以后衙门里的事儿就他管了，还带了好多的锦衣卫。这是什么世道啊？区一个太监，居然变成了钦差大人。这个太监来头肯定不简单，有那么多锦衣卫跟着，八成是东厂派的。东厂不是专门为皇帝做事的吗？怎么会突然跑到我们这个小县城来啊？官府现在正在通缉大师兄，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情吧？这本《道德经》教我们做人的道理。刚才我把前面21章都给你念了一遍，一会儿呢，我念一句，你跟着念一句。如果你念得不好，那你就输了。可是你刚才念的好像我都会啊。你以前背过呀？好像背过。哎呀，你肯定没背过，你才刚听我念了1遍，背不出来的。是真的，如果你不信，我背一遍给你听。《道德经》第1章：
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停！为什么停？是我背的不好吗？你背的太好了，好的都不像话了。你再听我念了一遍，怎么就能背出来了？老师说我背得好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吃苹果了？哎，不行，你作弊！作弊？作弊是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你才听我念了一遍就会了。你以前肯定背过《道德经》。我没有啊。我不信，我要考考你。《道德经》第5章是什么？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。第17章。太上下之有。第56章。知者不言，言第77言者章。天之道，由其章。《道德经》最后2句是什么？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，对吗，老师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干嘛？气死我了！老师，你别生气啊，是不是我背的不好惹你生气了？要不这苹果我不吃了。你吃吧。小飞，跟他生什么气？他是个傻子，是个白痴，不用较劲。他太厉害了！这本《道德经》，我爷爷教了我1年，我连一半都没背出来，他一下就背出来了。我不管！天哪，我是看不得你生气，你被别人欺负。我给你报仇怎么样？你怎么报仇啊2人站起来。老大有什么吩咐？跟我出去一趟，我教你功夫。怎么样？我刚才这套虎形拳打得虎虎生威吧？打得好。马尚飞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打的这套拳叫猪心爪，难看死了。看难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他学，他学不会。我尽量试试。好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这套拳是我毕生所学，一定不要打得太难看，不许给我丢脸。我尽量不给老大丢脸。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开始吧。好。呼生威！打完了。怎么了，老大？我给你丢脸了吗？我哪里做的不好？你告诉我呀！你没做的不好，是做的太好了。我给他丢人了吗？为什么他捂着脸啊？还要摆手？你没给他丢脸，是他自己丢了自己的脸。胡说！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这套拳原来打得这么好，而且我教人教得这么快。原来大家都在这儿啊！郭少爷，马壮士，你们在商量什么事啊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下人怠慢了2位？是谁啊？你们告诉我。是他。大师兄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2位可能是误会了，我这位大师兄文武兼备，从小便是个习文练武的奇才。这种小事2位可不要放在心上。比怠慢还狠，唯一一点自尊都让他给伤害没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太厉害了，我教他读书，他读1遍就背得滚瓜烂熟。马尚飞教他练武功，他立马就学会了。我们太丢人了。原来是因为这个。真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，他还幸灾乐祸了。二师兄，灵儿，我和其他几位师兄有事要跟你商谈，跟我走。2位，我有事先走一步。去你的吧！去你的吧！别以为我是要跟你承认错误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大师兄再不走，折剑山庄就会面临很大的危险。灵儿，我说过了，不许任何人再提大师兄离开的事。二师兄，小师妹这次说的没错，朝廷确实派了一个钦差带着锦衣卫来到咱们东山县。师傅已经多年不问官场之事，是不是来了锦衣卫，是不是来了钦差，跟折剑山庄没有关系，跟大师兄更没有关系。可是，二师兄你想想，大师兄刚被朝廷通缉，偏偏这个时候，
朝廷派钦差和锦衣卫到咱们这个地方，你不觉得这二者之间有不寻常的关联吗？所以，我希望你这个代理庄主能看清楚眼前的形势，到底是大师兄重要，还是折剑山庄重要？你们不用再说了，我不会同意大师兄离开。二师兄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我知道你心里非常的清楚，大师兄他是个危险。就因为我很清楚，大师兄处境非常危险，所以我更不能让他走。你，目前，折剑山庄是唯一可以保护大师兄的地方。师父因为救驾有功，先皇御赐了3道免死铁券，所以，就算朝廷知道了大师兄在折剑山庄，他们也不敢怎么样。可是为了大师兄，你觉得得罪朝廷钦差和锦衣卫值吗？你觉得不值吗？大师兄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，是我们的兄长，更是我们的亲人。在这个时候，怎么能逼他离开呢？可是没有可是。我相信，如果师父他老人家在，也会同意我这么做的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你……小师妹，你我都了解二师兄的性格，一旦决定的事，很难改变。我不管。折剑山庄是我爹用尽半生心血创立的，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毁了它，绝不能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会不惜任何代价。小师妹，你不要干出什么傻事啊！就算干出什么傻事，也是为了折剑山庄。三哥、五哥，我希望你们能帮我。帮你？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。铜镜离墨，胭脂红灯远方，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